正综合报道。鸟禽是中国四川代表性的动物咯，当地有一个画家伫街头巷尾是画真侪真古锥的鸟禽，望讲来推广鸟禽的文化。古田涂骹艺术家伫圆条为马里奥造型的小鸟禽，也有艺术家伫石板顶悬为辅导型来涂色。这造型五花杂色的走路艺术，是中国四川雅安市最近出现的种地艺术，推广在地鸟禽文化。看到的人，他会就是说，你说带我自己的小孩去看到啊，他说妈妈这个地方裂开的地方飞了一只大熊猫出来，他就会很开心。四川雅安是全球第一只鸟禽的发现地，有鸟禽故乡的名声。这会伫路边、石头、砖啊、建筑外壁，甚至是变电箱顶悬的鸟禽，拢是彩绘师强雅画的。3年之前，伊伫个建筑的壁角为鸟禽引起居民的懊恼，要求画出更较侪高锥的鸟禽。这一次我们团队在整个城区将会对差不多200个电箱进行美化吧。目前已经画了50多个了。即卖雅安市区透过彩绘技术，有愈来愈侪鸟禽出现伫都市每一个所在。也希望透过这个彩绘继续推广鸟禽文化，也互大家生活充满更较侪惊喜。公视新闻陈时东报道。